我係 Sylvia Wong 退休風潮嘅召集人，同你分享年金知多啲。只想你投得對，建立退休風潮。咩叫退休風潮呢？希望大家咧可以退得優質啦，有安居之所，有老本，咁享受翻一個豐盛嘅晚年生活之餘呢，仲可以有本錢為社會同埋後代咧出多啲點點力。相信都係好多人嘅意願嚟嘅。年金咧可以為你提供個穩定嘅收入來源，咁我相信咧都可以喺呢一方面嚟講咧幫助大家少少嘅。以下有6條問題，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大家知幾多呢？長者可唔可以同時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同埋高齡津貼呢？答案係唔可以嘅。根據政府最新喺2023年5月嘅資料顯示呢，其實如果發放咗長者生活津貼呢，就唔可以同時發放呢一個生果金㗎。咁根據而家嘅規定呢，公共福利金計劃嘅申請呢，只能夠任取其一嘅啫。如果客戶購買咗我哋公司嘅盛載人生即享年金計劃，一筆過投保嘅金額會唔會計算喺長者資產限額入邊呢？答案係唔會嘅。同香港年金一樣，盛載人生發放嘅每月保證年金款項呢，就會計算喺長者生活津貼下每個月嘅入息，但係一筆過繳付嘅所投保嘅保費金呢，就係唔會計響呢個資產入邊嘅。如果客戶購買咗盛載人生即享年金計劃，退出金額會唔會計算響資產限額入邊呢？答案係會嘅。如果長者部分退出或者全額退出呢個盛載人生嘅計劃呢，咁有關嘅退額金額呢，咁就會計算響長者資產入邊㗎。如果客戶退出年金計劃，要向社署申報資產變動嗎？答案係需要嘅。咁所以咧，其實咧，關於譬如話退出咗呢啲嘅現金流啦，咁其實都會係喺個資產總值入邊咧，就影響到我哋申請長者生活津貼嘅喎。客戶選擇即存每月嘅保證年金嘅款項，鎖定咗其中嘅紅利嘅話咧，咁會唔會有利息㗎？答案係會有嘅，暫時咧係會3%。咁因為會隨住市場嘅波動去到變化啦，咁所以可以向翻你哋嘅顧問去到查詢嘅。盛載人生即享年金計劃，被保人喺簡短嘅智能測驗之下獲得幾多分就可以得到雙倍嘅年金權益呢？答案係10分，滿分係30分嘅。而呢個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當然就係由翻專業人士去操作啦。而如果係證實咗患上阿爾茲默病或者認知障礙症引起嘅智力衰退或者喪失咗行為能力嘅話呢，咁導致被保人精神同埋社交能力明顯減退，咁咧被保人咧就需要持續接受照療，所以咧公司咧就會咧按住佢而家所獲發嘅年金啦，就會 double pay 嘅。咁由於暫時大家都知道啦，咁就腦退化症咧暫時未有治療方案嘅，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嘅 double pay 咧應該就唔會有特別嘅一個指定時間嘅終止嘅。到底呢一份保險年金呢一件事應該買幾多好呢？咁啊買得少我驚佢唔夠，有啲朋友仔可能覺得買得多又變相咧放棄咗做投資嘅機會成本啦，咁啊有辣有唔辣啦，點好呢？咁啊計算辦法一啦，咁啊就係呢個。咁而接住落嚟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公司嘅產品啦，咁同香港年金之間有少少嘅比較嘅。咁其實讓大家咧知道咧，其實投保年金同埋其他嘅儲蓄計劃嘅時候，其實有乜嘢重點要注意。咁我哋會見到呢100萬其實可以做到啲咩呢？如果按住香港年金嘅話呢，其實60歲開始呢就可以每個月收到5100蚊，但係到78歲開始呢，就已經係零退保同埋零新股價值㗎啦。咁如果按照住以一個90歲嘅平衡線上嘅話呢，其實香港年金可以為大家呢帶嚟咗180萬嘅一個現金流。咁但係如果按住其他嘅產業啦、產品啦，咁會其中呢有啲唔同嘅一啲優勢，咁我哋都將佢重點講一講。咁包括就話，譬如盛載人生啦、勝利儲蓄同埋贏家保險咧，其實我哋到90歲嘅時候咧，所獲得嘅總收益咧，都會比起香港年金會稍稍多一啲嘅。咁呢個咧亦都可以向你哋嘅顧問啦去到做個諮詢。咁而其中咧就係話，因為香港年金咧係唔會包含到有一個專門被保人嘅角色或者係保單持有人角色嘅。咁所以如果當大家咧需要做一個叫做係持續授權書嘅話咧，去到配合翻就話令到如果一旦自己係受到呢一個
精神無行為能力嘅情況之下襲擊啦，咁都係可以有人幫你代管你嘅資產。但係按住勝利儲蓄嘅話咧，其實佢哋可以做到一個分拆保單啦，同埋轉換被保人加後備持有人同埋被保人嘅一個角色。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嚟講咧，就比較多咗一啲嘅優勢。咁喺嗰個資金上面嘅運用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藉住按住自己嘅需要向你哋嘅顧問查詢。咁當然包括我啦，希望可以早日同大家傾偈。